只有他一个人。8点和8分。天气不是很好，也有可能下暴雨。三少爷也唱对话。今天有点热，我们坚持1个多小时就好了。一觉得温度太高了，33度左右。全天温度应该在34、33，也就是说晚上气温没什么变化，都是30多度。这是兰卡佐马。哎。这是康巴卫视的那个，哎，这个还是啊？没啥，我要摆龙门阵，要聊天儿。有一个实习生跟着他的，在聊天儿。这兰卡佐马，哎，王七来了吗？对，王七。这个亲戚兰卡佐啊，就他一个人穿那个的嘛。只有他一个穿。对呀，你队员的王青都来了。王青，快过来。抱一下哈，没有走那么慢。脚步这话不能瞧的，只有他一个人穿。里面康巴卫视点名让他穿那个衣服的。我昨天理解错，我以为没有跟楼上聊天，我以为他们说街道办的，他们以为是街道办，后面不是康巴卫视的。
这是谁啊？谁呀？哎，小罗啊，小罗。那车后面是苏拉。好老福，看有没有昨天晚上那个有真的没有啊？看那个13岁的小朋友，13岁的那个还没有。哎，你了吧？哎呀，那个穿正装了，大龙秀也穿正装了。什么？这就担保子也好看啊！阿杜卓玛嘛，是不是？有点像。还是有些人没来嘞。后面是阿错，然后苏拉，老福，他们是吴江波的，哦，在旁边。红梅来了，和他同红梅。弟弟在旁边还没来，没进来，太热了。来了，开时间了，进场了。
全部从印尼苏拉，还有巴统姆。全部去上来了。
江东美这金扎哟，咱们东江走送真扎哟，就干那干走干扎哟，哟等的山里送门就一。山鸡不鸡嘎鸡不宁，山鸡不龙的我哪有？连头听的让的有，出门的门要也不用。三鸡不接，三鸡不腻，三鸡不龙别送到哪有？得这么的这让这有，就满面狗样说年没有，来给这门这眼都送，有的那就得说看就赢，来给这门这眼都送，有的那就得说看就赢。有的那就得说看就赢。去看送到蓝鸡送，送龙眼送龙蛋皮送，送龙龙送龙没顶多，送可就是送给年送，送人龙是鸡巴皮送。送去看到蓝鸡送龙眼龙蛋皮送啦，送龙龙罗米顶可。送给你送啦，人龙去把它起的送，那女的你送啦，人龙去把它起的送，那女的你送啦噻。送呀个放垃圾送放。送啦送，心眼深的定给朋友为啥要你送啦？啊，前头谁让我迷点着起来送啦？啊，前头谁让我迷点着起送啦噻？东家送咱垃圾送咱的路今天送，那路送那不就跟咱的一空也送。送咱人没天气送啦送，龙龙来为主咱今就跟你送啦，帮助下完马不啦去地兰的送啦，帮助下完马不啦去地兰的送啦噻。幼儿全部每个人穿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小罗的是那粉红色，红的是相当于团队那个米色的，他穿的又是那种颜色，然后这个兰卡中巴又另外一种颜色，姜末那个丽丽又是另外一种，这苏拉又是一种，他的红布是黑色的。这边来了谁啊？这两个来。那个小西西和那个就是他的朋友，这叫啥名字想不起来了，不是麦吉，阿巴县的。这个机票订到2月1号飞。2月1号又去，因为应该要待几年了。以后就2月1号过年的时候，就是应该订2月1号吧，早点买机票便宜一些。还有那些小朋友，有针那些，这几个。
然想不起他名字了。20号，他的老师嘛，很正常。这就相当于曲长错那种。小拉姆啊，曲长错啊，还有真的那都是小朋友跳的最好的。丽丽也跳得越来越好。也对，他们在一起。太热了。放心的吧，平常都不会跳了吧？你看他们那个裙子嘛，一般不会，下面是比较宽松一点，因为它那个幅度没有男生跳的那么大，因为它裙子太受限制了嘛。所以男的像扎西啊、等之类的跳的这个，就随便你有时间跳的冲到就直接冲到中央的位置，再退回去那种。女的不会这样子跳。好凉快哦！下雨吗？比较拍小朋友，你认识他不？报我名字了，我把他忘了。灭吉也不是灭吉的吧？是另外一个。都加了抖音里，他们都加了，都报我名他的名字了，记不到了。我又不好意思去，我又不好意思去问了，叫真的，哎呀，也可以唱。好热啊！哎，休息一下。这算新的锅炉。
看你身上有没有，脸上有没有汗水。每天都带着小狗狗过来直播。对，每天都带。好乖。抱着它不累吗？不累啊，只不6斤重。哎呀，抱走。不重。夹走。6斤重。哦，对不对？咬我。不会。我刚摸了。不会。那我抱它，它对不对咬？一般不会。是慢慢抱的，慢慢的事。它叫啥？叫欢欢。啊？欢乐的欢。欢欢。欢欢来抱抱，抱抱，抱抱。可以抱。今天有个人抱他，他手指甲头的很长那种。哦，拖到他了。没有，他就看那个手指甲不得头，他就不让他抱。你应该是这个团队见到那种。太绵长。我回家家哈，走了。在云南的时候，佳佳金川的化妆，我说这是哪个我截图给小杨干，他是不干。每天都牵着它过来吗？为什么不把它放家里啊？我就带它出来耍嘛，每晚上遛它呀，要遛它呀。每天晚上它和我爸爸那些啊，在外面。不好意思，想起我们是。那个护士。对，护士。对。我采访一下。这儿。采访一下。哦，去准玫瑰那个。沙发已经到楼下了。沙发。看见汗水。全部在。那个是收人桌嘛？哎呀！还有个去针玫瑰呢。我也懵了。对啊，就下雨下不起来，所以吹风的可以。还有一个没回来，那个曲珍。还在他们一起的。前面拍一下。是不是有点像去当车的感觉？其实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单针镯嘛，单针镯，大一点的那个没来。
这个的水，3岁左右。后面那个是，哎，加西回来了吧？哦对，扎西，邓芝球进没回来。那进了啊，所以是呢。扎西，你刚刚回来吗？有和那个哎，你们2个一起的吧？哪个？有那个是不是？哎，王青，王姐不是王姐，刚刚回来吧？他一直在这儿吗？对他一直在这打不头。一直在成都啊？我去了厦门，哦，我就说没看到人呢。哦，好热我跑哦。来跑去几次了。啊。我回去回来几次了。我就说没怎么看到你。扎西是刚刚回来。这个是最专业的舞者，小罗。叉叉。有老五，老六没回来。老六的话应该9月10多号才回来。房子就赶紧买房子去。现在还在采访啊。
个不注意看的话，有个就是曲张错，这个是单正宗嘛。问一下，为什么乌家馍那么比较特殊呢？哎，你说刚刚那个吗？是这个是五个嘛，五个，就是乌家馍那个，他穿的是彝族装嘛。哦。这个。哦。这他。哦，这个那个16岁、17岁那个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乌家馍，就是你们那个不是你们那个老师不是叫他穿那个服装吗？他是彝族嘛，对呀，只有他一个彝族，其他的还有，还基本都是藏族啊、汉族的一些。哎，阿拉拉不是跳过了吗？跳过了怎么？这首歌还要跳一次？哎，全部是汗水往眼睛里面窜。老夫前面的是水，我都不好没确定，不好去问嘞。这卖鸡也不是，但是我们加了抖音都加了这狗啊名字了，我不好问。哎，抓一下搞忘了，抖音里面互相关注了，我加了他的，他也加了我的。一般我要抱到，因为我随时要移动到的，就把抱到，不然他走路就拖一拖的，有天他要走，有天他不走。他好大了，5岁。我就是看就可能像4、5岁。对，他本来他都习惯那种了。早就习惯那种唱这种氛围，早就习惯了。因为以前我没去那个，在春熙路这边，就是遛狗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围到那个去那个喊他拍照那些，他都习惯了，哎对，他都习惯了。想过吃。有他们3个。对，亲戚。
安卡周马和吴阳波是一家人。要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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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摇了，摇了，像摇船一样的，动作就像划船那个姿势。有这两个就氛围很好。光来开始。这个口哨声音好听。还有两口吧，对不对？这个。像不像？哎呀，好久没摸了，让我来摸一摸。热，不是像吗？快，我来玩一下哈。我把那个。选歌曲，我挑新的。下上，下，上。
去跳，那不跳，那不来不及，太热了，太累了，不跳。好了，看了我就对了。他一直有一人才行啊，走吧，我一人。就还有腿吧。哎，这边儿单位我去这边儿新歌，肉娃出。他要分身了，他要看我过程，他一直跟我求哈。还有时间吧，谢谢。我就差你这个字，我跟你说他报名字了，我都不好解释。这是回家了。他知道我是忘记他的名字。
那个是酒吧的旗帜。这个吗？他知道拍他。他跑外面去了，跑外面打招呼去了。我的脚。只有一大半的人了。
好多都太累了，跳了。再跳这点20吧，还跳不跳啊？还跳吧，新歌。呀，不会讲哦，这人告诉你，从山爬阶堂，那军队出去去干的了，从面对看你计划中，朝阳光中朝雄啊！哎，进口。这个跳好久，我都没跳了。麻烦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他要跟着我走。哎，看吧，他都不怎么那个的，对。温度过高了。马上结束了。
对对。他可能还没有走，前面有个狗狗。哦，这儿有3个。一个比一个小，从小到大，一个一个比。这采访主要采访哪个晓得吗？晓得，那就是华东舞，还有罗桑，武将部，还没采访，只让他穿衣服，不要穿衣服。把你保走了啊！把你保走了，不走。想你干嘛？又不给别的东西吃，还想你，想多了。我天天想习惯了。狗，又是新货。有点研究。你看他在练那个，他忘了。
就脱节。他的根这个头脑不正，这前面那个，其实薄的最好，它本来也不重。哎，要把它抱住吧。主要还是抱上好一点。约克夏好像是小狗狗。这一生几十个字刚用我们那呀，大的家可是都是在也刚上着呀，这一生就手机里起的我把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民主。写的是。哦，我就说你还没采访过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产品。早年嘛，这上面的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。我觉得这是一个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网络不好，我那个手机网络不好，所以中断了。没采访完，肯定就继续跳吧，跳到10点多都要跳，反正比较凉快。现在没有下雨，本来说要下雨的，说9点、8点开始下，下到11、12点。昨天也说下雨，一直没下。
网络困局。啊，是不是？在那边。能吗？早嘛，他们签了的。他们签了的。他们签了的。网络有问题。卡了吧？一直的。不管他。这儿没采访没弄完，五角没得采访没完。相机嘞？他给我们照着相，还是这个会带相机这个？没有，先他们听到不到吗？啊，在这儿。啊。是的，他好像想去厕所，大家去。对他到处跑，他也想到时候那个。对，他就喜欢到处溜达。但是走的时候他要看人，他如果我没走的话，我不，他随时过来找我。哦。对他不能跑远。那我带他去远地方去溜达一下可以吗？应该带不走，他应该还是往这边跑。老师。他还是分人。老师，他想切可以给他切吗？可以切，可以。有。啊？太是的。网络有问题。今天想买博美，想吗？哦，他能买2条。想买博美。他能买2条狗了。2条钱？他买2次了的吧？狗都买了2次，2条狗了。第一个就送人了嘛，第二也送了。第一个人也送人了，第二个也送了，都送人了。热瓦虫。真非想买狗。啊，那个，那你说哪个？邓紫也想买。哦，邓紫啊，哦，家里面应该老家应该有。他也想买条博美。哦，他想买啊。便宜的博美没得好，不能保证，至少3。他们找一下。我们朋友们都是3000多左右，至少都是。他们找一下噻。如果看价格买纯的话，就3000多到左右。3000块钱以上。他买700多的。哦，那种就不行，那种串串那种是不纯。都不跳了，结束了。采访完了。不少，合伙也要的嘛，不少。
9点半。不要着急嘛，放松一点。还没搞定吗？不是不贴吗练完了？就麦没放，然后就那可从放松一点。谢谢。要不要回应？你拿了没去工发合同？去发衣服去了，不，找把衣服发了。我家墨今天好显眼啊，特别显眼。去他们彝族哈？对，彝族服装。彝族的服装，彝族也是这个战队，服装都是一起，不是一个族的，但是他也他们舞蹈都会跳。这是叫什么名字呢？叫武家墨。家墨，家墨，家墨，彝族的。对。小姐姐，你这服装是彝族的是吧？你有没有去选那个金索马呀？没有。可以去选一下的，我觉得今年那个不好看，今年那个一点都不好看，我觉得。他今天成绩比不小了。还有火把节那个视频还有没有多点的？没有啦，我都没时间拍。哦，就他们评了你的那个，你们不是有方阵吗？那个，我看了你那个评了的。照着，亮是的亮。条件，你有好几个机会，真的的。你把你们可以这样子说。这个小姑娘，你今天晚上转一圈了哦。转一圈了，对，裙子扒一起，转一圈。飞起来。转。他不是可以提起裙摆甩吗？提起啊！提起不好看。一边对，一边嘛，对，就这样，是吧？算吧。对，哎，就这样嘛，那就这样算了。手麻花，以前是这里做手麻花。这蔬菜引购。在咱们这比较北上。几秒钟加个慢动作就够了。我捡起来一些。在拍照合影吗？哦，合影，来吧，这边。团队要拍一个。他们现在还有下面。这边要合个影。哎，这是。这边合个影，来照一下。哎，这个。我喊上女孩子要不要在前面呀？男生在后面啊，或者怎么样？女孩在前面来。可以前面去。不用蹲，太矮了。不用蹲，太矮了。都比较高。把完成全上去了。不行。来，个子矮的男生往前站。完成在前边。那两个，对，这个往前。后边啊。个子矮的自觉。我们别蹲，站起来。一个玩意儿。来，然后我们半蹲。照这个方向嘛，中间位置，朝那边蹬。哎呀！来，洛桑老师指挥一下，看怎么组队。朝这个方向，整个这个位置。男生那边，女生这边也对。去反过来拍，视频拍全景。好，可以吧？啊，我喊3、2、1，大家
啊，想蹦的蹦起来，喊给嘿嘿啊！给嘿嘿呀！好，敬念颂。该甩袖子的甩袖子，把我们这个他妈汉子的这个气场拿出来啊！跳起来！啊，女孩子也统一一个手势啊！不可是这样嘛，把手伸上来，然后这样挥手啊，女孩子，男孩子就甩袖子啊，这样甩啊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对，好，准备啊，准备，敬念颂。OK， 80的百，80的百，然后那个你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然后我们把这些这儿开始说还没说嘞。这个不行，你要收音乐就收到看手机。这个我家我就。这边嘛，大姐，我在这里吧。你高一点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没事吧？我这个高一点，因为他可以了吧？来试一遍啊！3、2、1，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平台。你看藏族的锅庄，我穿着我们彝族的服饰，在这里民族文化交流就很好的展现出。习总书记不是说过，16个民族要像16个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吗？我觉得我是在用行动来进行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也为此感到而很高兴。怎么跟你？你不要一直看到手机，要看到镜头。人记不住的时候看。真的。不要一次嘛。就是那个眼光朝去。对，人家都拿着。那你放这边一点哦，不看的话我记不住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平台。你看藏族的锅庄，我穿着我们民族的服饰在这里。你拿过去这样干什么？我这样他这样的我这样。人都是这样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平台。你看藏族的锅庄，我穿着我们彝族的服饰在这里你就紧张，你们这么多人看着好紧张。不要像那些啊，最后一步。自己慢慢着急。我后面直接说完就直接站着就行了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平台。你看藏族的锅庄，我穿着我们彝族的服饰在这里民族文化。哎呀，这个字也没对，然后我每次念错。刚才那一遍可以吗？字很小吗？不是那个刚才写的时候有些多了的，我就改掉。不会放大。这是很好的民族交流，而且像这种就是在理解一下我穿着我们这个服饰，我自己的话，我用一字一字念。好不好？这样子说你这样子挡不住，当时最多你这样子看。好。好。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民族文化的平台。你看藏族的锅庄，我穿着我们彝族的服饰，在这里民族文化交流就很好的展现出。
习总书记不是说过56个民族要像16个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吗？我觉得我是在用行动来践行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也为此感到而很高兴。怎么个天？哎呀，好尴尬。可以了吗？我这儿是可以的。结束了吗？可以，一下可以，我这就可以。好了。8月7号晚上，这基本是视频直播已经结束了。好，要回去了。全身又10万了。休息起来。哎呀，这样子。就是自己拿了点。手机先拿到哪儿去了？下面。那江哥来了，采访一下江哥来。咪咪。哥哥，你做好开心了，天天来跳锅庄。他给我们加油。嘿嘿，欢欢啊，是叫欢欢不？哎，欢欢啊。欢欢。我走哈。看你的吧。欢欢，欢欢啊，哥哥啊，我们家有个狗狗，啊。你大？这么大，20斤。哦，火鸡吗？太偏了，太偏了。狗。哦。狗啊。我们家之前也养怪收人了。我的狗啊。嗯？你买条狗送的5斤噻。哎，买条哪个？哪个？你哪个买？还有你买条博美送的5斤噻。不能买那种几百块钱要不得，那种全部是串串儿，就是假的那种博美，知道吧？不能买那种便宜的，要买至少是2、3千块钱以上的，价格都不一样了嘛。它专利的犬舍那种，知道不？哎呀，是那种全是实的，一直有那个闪电，就是昨天晚上闪电好几个小时都是闪电，一直没下雨。今天也是啊，刚刚也有。也没下，这个天气我太假了。这个8K 拍了一个半小时还可以，今天还可以哦。3日的时候，只用那个风扇用了几秒钟。那我给他放那个。欢欢。都是兴隆的，甚至也是兴隆的，他们两个都是兴隆的。这个叫单针镯嘛，是不是啊？单针镯嘛，单针镯嘛。长到了，他们等会儿2个小朋友要跳，这个好苗子，我也长得好身材好，我跳跳，就是好。子喝出来，来得及哦。天天喝也可以。
站到，那就压着，站到就是，真掉过来。